叶兄，呀，子豪兄，打扰了，打扰了啊！不打扰，不打扰。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啊！每天不来和子豪兄谈谈兵、论论法，总觉得，缺了点什么。啊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这近日来，圣上准备对高丽进行自卫反击的军事行动，几大军区增兵辽东，不知子豪兄对此事有何看法？坐。依我看，此事当然是好事一桩啊。一想到我大唐将士为了保障国民安居乐业，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，准备对邪恶轴心国之一的高丽展开军事行动，那我内心就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快感。小侯爷，这天下谁人不知，高丽一直是我大唐的一块心病啊。先帝曾经亲讨高丽，却无功而返。那次军事行动的失利，先帝一直到临终还念念不忘。如今圣上继位，要是能一举拿下高丽，扬我大唐国威，那岂不是一举多得的美事？话虽如此，可这高丽一直以来都如顽疾一块，骨鲠一枚。如果妄动，想必会带来连年的战乱啊！巧取，谁让你抢了？巧取，你懂吗？哎呀，话说，有一位爱吃红烧肉的农家少年。后来呢，他成了一个梳着大背头的伟人，在敌众我寡、背负受敌之时，做出了一连串惊为天人的用兵之举。话说某年啊，这个国家遭受了邻家岛国无情的侵略，敌人倚仗着自己兵多钱多、臭不要脸的优势，在这个伟人的国家犯下了滔天重罪。就在敌人拿下了众多城池，国之将亡之际，此人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：农村包围城市，绕过敌人的主力军。先是25000里长征，然后是3度反围剿，4度赤水，游击战、地道战、百团大战，敌进我退，敌驻我扰，敌疲我打，敌退我追。游击战里操胜算，大步进退，诱敌深入，集中兵力逐个击破，运动战里歼敌军，打得敌人是屁滚尿流，丢盔弃甲呀！恕余地冒昧啊！子豪兄此举是何用意啊？余地只听闻古有学子头悬梁锥刺股，难不成子豪兄你另辟蹊径，用此来鞭策自己？佩服，实在是佩服！你可拉倒吧，瞎佩服啥呀？我可不能学那俩傻帽书生虐待自己。这个叫抽烟，是男人思考时的必备之物。我刚才说的那位梳着大背头的伟人，就是用这种方式思考的。我此举正是向他老人家致敬哦。子豪兄是否也让余地感受一番这伟人的风采啊？随便吧，要抽什么你自己选，多大多粗都行。但是我要替烟草局警告你，吸烟有害健康。烟草局怎么样？爽不爽？爽，爽归爽啊，可这也着实呛得厉害。小弟算是领教了，这当个伟人也真不容易啊！啊，对了，子豪兄，
您方才所说的那个，敌进我退，敌驻我扰，敌疲我打，敌退我追，游击战里操胜算，大步进退，诱敌深入，集中兵力，各个击破，运动战中歼敌军。此话可是出自传说中的武穆遗书啊！不错，孙武当年得到了一位旷世大兵法家的点拨，合著此书。但因年代久远，多有失传啊。后世的魏公曹操将其流传部分规整加注，但仅仅是一部分而已啊。子豪年少时曾听父亲提起，见过武穆遗书的全部，并将其所见部分传授予。只是我前日大病，身染重疾，记忆全无。今日呢，有了些起色，记忆略有恢复，也仅仅能记系这些而已。子豪兄定要仔细休养，早日康复必是我大唐之福啊！如无意外，明前我将士必破高丽。若能得子豪此兵法大家相助，我军必能势如破竹，无往不利啊！那日在蹴鞠比赛上，小弟已经领教了子豪兄布阵之精妙，求愿攻守兼备，相得益彰，当世之奇才。若能随军稍加磨砺，他日定能勇冠三军，尽显老侯爷当日风采。四爷兄，过奖了。子豪兄啊，小弟有个不情之请，不知当不当讲？单讲无妨啊。小弟我自幼颇喜兵法，素有大志。那日自从与子豪兄重新结识之后，听闻兄长的种种言论，简直惊为天人。小弟早已有这个拜师之意，不知子豪兄是否愿意啊？四爷兄，休自幼多病，前日大病呢，记忆残缺不全。就算曾经熟知兵涛，也十去八九，实不敢以兵法大家自居啊。况且你我年纪相仿，宛若兄弟，此番若行师徒之礼，不太合适吧？合适。既然子豪兄已有应允之意，那我现在就回家请人操办此事，选个黄道吉日来登门拜师。此后还望子豪兄倾心相授，好让我早日出师，能与兄一起为我大唐开疆拓土，才能不负先辈之托，让他们名目于九泉之下。告辞。四爷兄，我还没说完呢。我这三顾茅庐戏码找谁演去啊？这么说，夫君答应秦玉的要求了？不是，你看，就我这个小身板，周围这十里八村的，谁不知道我是大病初愈啊？就算我是在世孙武，也不可能让我上阵杀敌吧？如今咱们大唐兵强马壮，他怎么可能招一个随时都可能意外捐躯的病秧子上沙场啊？再退一万步说，朝廷豁了老脸不要，他非得招我入伍，我不是还有一个身强体壮的替代者吗？既然秦玉求学心切，又有名将之志，我为什么不成全他呢？到时候有学生出面，他们也不会为难我这个当老师的了吧？原来夫君有这层意思啊！不止，还有呢，这学生我也不能随随便便的收啊，总得弄一个什么考核什么的吧？到时候分数肯定要差上那么几分啦，你懂的。1分收他500两银子，到时候他给我磕头拜师，我再收他1000两。夫君的主意就是多。还有更多的呢，夫人要不要给你展示一下呀？
们听说没有？这秦家的长房长孙秦玉要拜深藏不露的兵法大家王子豪为师了。城里头谁人不知谁人不晓，他即将要拜在孙武的隔代传人，大唐开国的奠基者之一，战功显赫的王老侯爷唯一的后人，王修、王子豪门下。你们还真别说，这王家是一门忠烈，这子豪更是深不可测。哎，你们听说没有？那个足球赛真是100年难得一见的大胜利啊！将门之后哪有犬子？是啊。怎么样？照现在这个情况来看，顺手了很多吧？应该没什么问题了。哎呀，之所谓万事开头难，现在呀，逐步走上了正轨，确实省力不少。哦，对了，侯爷，前些日子秦家少爷要拜师的事儿，那闹得可是满城风雨啊！您呐，更是名声大噪。嗨，这对咱们王家乃至咱们的生意，那可是百利无一害呀！那是，这个秦家放出风声，无非就是想让拜师的事板上钉钉啊。咱不用理他，静观其变就行了。哎，这快到15了啊！你回头跟工人们说，让他们放工之后都到家里来吃席。哎呦，谢侯爷，谢侯爷，谢什么？夫人，还有东西，我再去拿。快去！好的。侯爷，夫人，夫君回来了，辛苦吗？不辛苦，不辛苦。等一下就吃饭呀。不急，这些都是什么玩意儿啊？前几日夫君不是让我给亲朋好友送一些花露水吗？这些都是回礼。这么多啊？对呀，这其中啊，程家的最贵重。你看，这么翠绿翠绿的麒麟，多好看！哎呀，这个好啊，这个绿的真是，哎呀，翠绿翠绿，吉祥如意呀！这戴在头上是干嘛呀？哎呀，这是祥兆，祥兆。侯爷，夫人，那个秦家少爷求见。秦玉来了，对，你放他进来啊。秦家少爷带了很多东西，怕多有不便。受礼的感觉太棒了。啊！哎呀，四叶兄，哎呀，师傅！哎呀，四叶兄，你要这样行礼的话，我就不能收你为徒了。夫人，安排一下。抬进去吧。哎呀，四叶兄，欢迎欢迎啊！我正有重要的事要跟你商量呢。来。小公爷，夫君说在祠堂门口等您。祠堂？子豪兄不是找我有事商议，怎么跑祠堂去了呢？说是拜师什么的，我也不明白。拜师啊！走。哎，子豪兄，你这是？哎，你别问那么多了，跟我来吧。四叶兄啊，择日不如撞日，今天既然来了，不如在我家父灵前拜师，以后我也好替家父把兵法传授于你。那今后我们也算同门兄弟啊。你不愿意？啊，不，岂敢，我只是受之有愧啊。刚才呢，我也把缘由都给你解释了。你看，你愿意学，我愿意教，但是必须要走这么一个流程，所以还请四叶兄屈膝啊，跪拜一下我家父的在天之灵啊！能得老侯爷在天之灵的护佑，和子豪兄亲授亲传，四叶三生有幸，岂有不拜之理？在下秦玉，敬重老侯爷神威，仰慕侯府家学，甘愿拜在老侯爷门下，请受学生一拜。
大四爷兄啊，以后你我依然兄弟相称啊。兵法的事呢，我们一块研究。天色已晚，那四爷兄要不要留下来吃个晚饭？子豪兄，明天我啊，那好，送客。哎，子豪兄，夫君，把秦小姑爷送走了？啊，你放心吧，都在掌握之中。那收他当学生了吗？没有啊，我爹说了。二女，这个是秦夫人送你的礼物，快打开看看。哎，别跑，过来，我也要看看呢。女人家的东西，你看什么呀？什么女人家的东西？到了咱家就是咱家的东西，拿来我看看，快拿来。好漂亮啊！来，我给你戴上。哇，太漂亮了！去吧，玩去吧。哎呀，快看这个什么呀，这么大的盒子！哎，这是我的，这是兰陵公主送给妾身的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是送给你的呢？他又没说，就不能是送给我的呀？也对啊，公主好像邀请过夫君好几回呢，看来她跟夫君的情谊非浅呢。哎，好了，都是夫人的啊！我就看看不行吗？咱俩一块干。去年的中秋就没有看到月亮，想不到在大唐过的第一个中秋也是个阴天。会想，要是有支正经的香烟抽就好了。夫君叹什么气啊？怎么了？在等人吗？在等太阳啊！好好的一个中秋节，赶上这么个破天气，怎么赏月啊？夫君莫气，中秋节最重要的是跟家人在一起。走，我们去吃团圆饭。哎呀，夫君难受。难受就睡，睡着了就不难受了啊。好。夫人，夫君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？你怎么不睡啊？累不累？不累，想说话。那我就陪你说说话。别动了。夫君，我不想在这儿说，我想去花园。这大半夜的，你不怕呀？夫君怕吗？有点怕。不过你要想去的话，我就陪你去呗。夫君，怎么看不清星星啊？被松树挡住了呀，就看不见了。你不是有话要说吗？我听着呢。要这样回去了啊？夫君，其实妾身原本有幸，夫君想听故事吗？你不是不愿意说吗？要是伤心的话，就别说了。妾身姓房，房玄龄是我爷爷。房玄龄，高阳公主的公公，被高阳公主连累满门抄斩的房玄龄吗？那你跟高阳公主什么关系？妾身是高阳公主所生，
是房玄龄的孙女，除了哥哥，其他那些人都该死。好了，不哭了。那年妾身7岁，家里出事的时候，正巧跟哥哥出了门，才躲过一劫呢。好了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了啊。这大过节的，别哭了啊，好好的。你记住，现在你姓王，是我的夫人。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吃饭，锻炼身体，快长身体。夫君。这集里，王子豪先是冒充军事理论家，然后又假扮情圣，真是屌丝中的屌丝啊！下一集，他终于在穿越之后吃到了第1口羊肉串。正所谓因他生，因他死，因他蹉跎一辈子，管不住嘴的下场就是悲惨穿越。